今日我會教翻大家點樣去護理眼部嘅皮膚。咁我哋眼部天生咧會比較脆弱啦，同埋狀態都會特別乾燥嘅喎。加埋一啲咧唔好嘅生活習慣，例如夜瞓啦、壓力，都會令到我哋眼部咧會出現一啲黑眼圈同埋浮腫嘅情況嘅。而晚間咧係修護眼部皮膚最好嘅時間，咁所以我哋可以用翻呢一款 Eyezone Massaging Essence 明眸按摩精華液去改善翻我哋黑眼圈同浮腫嘅問題嘅。咁佢裡面咧有骨皮金呢個成分啦，可以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。咁另外美白維他命 C 咧可以有效改善色素沉澱嘅問題。咁而針對浮腫方面咧，裡面有一個中藥成分緝草精華，咁佢可以咧加速排走水分，咁令到你嘅眼睛咧唔會咁容易浮腫嘅情況啦。再配合翻一個特別嘅按摩方法，效果就更加理想啦。咁我哋可以先咧取出1泵嘅份量啦，放喺手指嗰度，然後我哋就搽翻上眼蓋同埋下眼蓋嘅位置。咁記住按摩啦，我哋用翻第3同第4手指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會按住眉頭對落呢一個位置數1、2、3，然之後經過眼皮去到眼肚，咁我哋會重複6次嘅。咁跟住我哋會做一組收緊嘅動作啦，就先將手指放喺上眼皮嘅位置，然後拉到去太陽穴，跟住眼肚就去返太陽穴，同樣都係重複6次嘅。咁跟住我哋會用食指、中指同無名指咧，輕輕拍返喺眼肚呢啲位置嘅。咁最後我哋就會利用返中指咧去按返一啲穴位做舒緩嘅，例如眉頭、眉尾、眉中央位置、眼頭、眼尾、下眼肚同埋太陽穴嘅。咁呢啲穴位咧都可以放鬆翻我哋個眼部啦，咁加強翻個吸收同埋舒緩嘅。另外日頭我哋可以用翻呢一款 Eyezone Tinted Color Essence 明眸修飾精華素。佢好似一款日間有顏色嘅精華素咁樣嘅，可以利用佢好柔軟嘅掃頭啦，直接搽翻喺呢黑眼圈嘅位置。咁因為佢裡面咧都有一啲光控嘅粒子，咁所以咧可以做翻咧修飾翻黑眼圈嘅位置。咁同埋咧佢會有促進血液循環嘅成分啦，咁所以令到你個眼睛咧更加明亮嘅。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咁下集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如果你哋有啲咩化妝上面嘅問題，隨時都可以 email 俾我哋嘅喎。拜拜。